谢英真镜头刷来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今日正式开幕，自打有史以来活动时间上久的，总共60天2个月，让游客会当到台东看到开。上个特别的是，这个甲台东的天后宫联手打造26公尺高的马祖造型的热气球，不少人就是针对这点要来看这特殊的设计。热气球嘉年华有真悬的人气，真侪外地游客透早就塞车到现场。热气球点火慢慢升空，涂骹岛的民众白事正做高兴咧，为天顶看落去，台东好山好水，青翠田园，有4颗冷冻的关山包围着火，热岛的景色，互大家看甲俄罗界得志。这特别的星空体验，民众当然爱来坐看卖。I'm not sure yet. Up to them. 嘉宾坐热气球体验飞行，拢真欢喜。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今仔日正式开播，除了五彩缤纷的标准球，还有欣展含各种高水造型球。真侪游客以来落野高台，野餐珠啊、相机拢已经准备好势，真早就已经来到现场伫咧等。今年的重头戏就是这粒。晚上就过来，在车上睡，这么拼的。对啊，今年应该很多都来看妈祖的。26公尺高的马祖热气球，头壳顶的自然设计，可以当随风飘动，和台东天后宫联手打造。在今年嘉年华内底，头一摆公开，嘛代表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我喜欢吗？因为他只想坐上去。哦，想坐上去，任何一颗都可以。开幕日下晡开始，一天开放2场热气球下流体验，除了现场排队，还提早开放网络注文，大家拢总有160个名额。开幕时都已经全部卖完，会当看出热气球人气有偌旺。今年的热气球嘉年华活动时间是史上上长，为期60天。今日落野高台和游客见面，和大家做一摆看好到开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